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国内今仔增加33377个本土病例，38人死亡，病例数比顶礼拜增加。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决定高原期。德国国会友台小组跨党派议员早起总统蔡英文见面，强调台湾若受到武力威胁，德国一定会协助。金管会今仔开始限制股市放空的比例，也毋过台股早起嘛是个继续了，加在最后是有保掉13000点的关卡。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33377个本土病例，有38人死亡。今仔病例数比顶礼拜一增加1成7。指挥中心嘛表示讲，目前已经是决定高原期。另外，指挥中心嘛甲中国感染的标准放令，14日以上镜头恶化，就算是个再确诊。来听指挥中心的报上届新的说明。33377位，我们比上个礼拜一的时候来增加了17%，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在高原期起伏。新增的死亡个案数是38例，那年龄是从50多岁到90多岁，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儿少的或较年轻的死亡或者是重症的个案。疫情以来，总计有30110位的这个通报重复感染的这个病例，重复感染的定义放宽到14天就算，所以这条件是说，距发病日或采检日14天到3个月内。如果有出现这个症状恶化的情形，就是包括说原有的慢性症状恶化，或者是说有出现发烧，或者是有出现新的呼吸道症状，都算。那另外原本有设定的这个检验条件，包括说快筛阳性，或者是 PCR 阳性的 CT 值是27，这个部分这个条件是没有做调整的，所以就是说只要是 PCR 阳性，无论 CT 值呢，我们原则上在3个月以上视为是一个新的个案，无论是哪一个情境都还是需要医师来做判断。来看德国国会友台小组的主席威尔逊带跨党派议员访问团来台湾，今仔甲总统蔡英文见面。威尔逊讲到，若是台湾受到武力威胁，一定会协助台湾。总统表示讲，所有民主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做伙来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真侪届讲到，若是中国拍台湾，美国会出兵来协防台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昨接受访问的时阵，嘛强调讲，拜登已经讲啊非常的清楚了。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威尔逊带领跨党派国会友台小组副主席访问团来台，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行程。蔡英文总统初3接见访问团，这也是伫全球疫情爆发以后，继3年的第一个德国访问团。所有民主国家更应该团结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定防线。台湾期待和德国继续加深各领域的合作。Dass wir es für nicht akzeptabel halten, wenn Sie auch von einem Nachbarn bedroht werden mit militärischer Gewalt. 威尔逊讲，台湾毋那是德国伫亚洲重要的贸易伙伴，若讲无台湾的半导体，全球的工业可能会真有大的问题。德国国会也真认同互相相比的合作交流。最近台海议题升悬，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以来4摆表态，若中国犯台将出兵协防台湾。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初2接受访问的时讲，美国随时做好捍卫自身利益、履行承诺的准备。拜登回复的意思真清楚。We continue to work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e right capabilities in the right places to ensure that we help our allies maintain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奥斯汀讲到，目前看到中国想要建立新常态，看过台海中线的强机数量增加，伫台湾4khu位也看到更较侪的海面军舰、甲海峡相关活动，这是值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股市一直落，虽然金管会伫顶礼拜5宣布讲，今仔开始股市要限制放空的比例，望讲会当来消透股市一直落的压力。也毋过，台股今仔早起嘛是个继续落哦，加在最后是有保掉13000点的关卡。有学者是认为讲，只要美国的股市继续落，台股嘛是会对落。专家嘛建议讲，投资人最近尽量把现金放伫身躯边较实在。
顶礼拜五，美国股市大落，拖退台股早盘开机，目突破13300点的整数关卡。龙头股台积电的股价嘛持续看软，早盘417块，佫创下2年外以来新高。分析师认为，总共顶礼拜五，金管会用类似限空令，按过来做这礼拜美国股市波动回稳，大盘指数也是无排除会落到13000大关。美国股市表现还是相当疲弱啊，这个恐怕都还会持续影响台股走弱，短线可能会有这个趋缓或者是跌升反弹的一个出现。但是呢，这个限空令的一个效果如果说在美股没有止跌的一个情况之下，恐怕这个效果会大打折扣。面临13000保卫战，准讲金管会顶礼拜五召开临时会，决定出手宣布2大救市政策，渴望短期减少落价趋势。不过学者也是讲，只要美国股市继续落，台股也是会对国际局势有落价风险。这段时间投资人的态度也是爱较谨慎保守一寡。那现在美股就是反映这个美国联准会的这种比较鹰派升息的这种紧缩措施了哈。那所以包括台股在内，其他亚洲股市都很难免受到影响。台股第三季指数落真济，所来9月份营收也甲第三季财报特别陆续公布，也会影响到股市。专家认为，上紧第四季中也是第四季底，台股才有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回升。不过目前也无看到明显指路信号前，投资人爱尽量降低持股，提高现金水位。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英镑是愈来愈薄哦，英国的财政危机是愈来愈严重，因为英国是全球主要金融市场之一，金管会嘛正关心咱国内业者伫英国的投资。最新的资料显示，讲国内的银行、保险甲证券业到今年的8月底哦，对英国投资的金额是有新台币1.58亿，风险敢会真悬呢？金管会主委黄天木早起伫立法院嘛表示讲，这确实爱特别注意。英国起利息缩国减税，致使英镑变薄，这次崩盘。即马英国中央银行重新启动量化放量，稳定市场。因为英国市场是台湾金融业第3保险国，敢若排伫咧美国甲中国后壁。根据金管会上新到8月底的统计，咱国全体金融业伫咧英国保险总金额有甲1.5兆，其中保险业者保险的金额是要1.2兆。这嘛，互立委关心讲，敢会引发新的一波金融风波。在英国曝险部位有哪些负面冲击？保险业国外投资都是投资等级的，那对于英国一向是一个大家热衷的投资标的，我们会注意整个的风险。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从货币一个国家的币值大幅贬值所引起的。我想，不论欧洲、美国、亚洲，这个情况很多都在发生。英国当然是一个挑战。美国联准会今年已经起利息12码，下半年可能会阁起，这嘛，互寿险业的净值阁再恶化。寿险业今年8月底净值求水，求到1.3670亿。若甲去年同期来比，一年是减49.2%，等于是直接惨一半。金管会保险局长施庆华证实，上新的资料显示，净值伫咧3%以下业者有7间。到现在为止，净值比到底多少？保存1.5，在2.64，三张美邦。三张美邦多少？2.11。宏泰是2.2，安联是1.13，第一金人寿是2.03。媒体部强调讲，寿险业这波净值会大幅度降低，美国起利息是主要的原因，这是重大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袂当用一般金融概念来看。寿险业者有提出希望会当照经营模式改变来做资产重新分类，目前正伫咧研究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民生西路一栋60栋的旧厝，昨暗头外墙的暗门头落来，去伤到民众的头壳是老火老地哦。经警方深入了解，掉落水泥砖的屋龄长达60年之久。警方除了立即将现场封锁，避免再伤及其他人之外，并且协助将受伤的邻居女子送往马偕医院救治。
昨下晡5點外，台北市民生西路大橋埕附近有幾啊台車長的單青紅燈，路邊一棟有60棟歷史的舊厝，外壁的暗紋土向落來，有一個民眾經過踢卡去互這暗紋土去牽到着傷哦。警方依照過失傷害罪，甲涉理的厝主送法辦，嘛要求厝主得愛趕緊來修理厝，唔通閣發生意外咯。再來看環保署提醒，今仔中部地區、湖口、新港閣有雲林的輪迴，空氣品質攏是感覺是提醒。而直到10月初四，環保署已經要求台中火力發電廠、台塑6間工業區都要減少排放廢氣，嘛呼籲民眾減少外出。一透早出門，天色白茫茫，攏看袂清楚。民眾感受到空氣品質明顯變歹。因若初三透早，雲林輪迴7站空氣品質指數 AQI 超過100，達到感覺是提醒的級數。田裡攏看無啥有啊，攏蒙蒙蒙，但是大蒙啊落雨都重的啊，該辦。那我們發現今天早上在崙背的一個測站整個 AQI 值已經達到116，這個疫情的一個初級警戒了哈。那我們馬上透過這個簡訊的一個發送賴群組的一個通報各個相關公司場所來配合相關的一個應用措施。環保署表示，最近全台灣攏是透東風，受到地形影響，台灣西半部沿海地區因為擴散條件歹，5號局部地區的臭氧高度稱懸，提醒中部地區、湖口、新港甲崙背等區域敏感的族群應該減少佇室外激烈運動。空氣品質稍微有點惡化的一個影響。那整個一個台灣的風場預計是禮拜3會改成是東北風，所以整個空氣品質會有大幅度的一個改善的一個狀況。那不過整個一個情形可能就會在台灣的一個嘉南跟高屏就要後續就要稍微注意一下。環保署表示，因為大氣擴散條件歹，為了避免空氣品質繼續惡化，已經協調台中火力發電廠、六輕煤寮電廠來減少放，也和地方政府來做好各項應用，呼籲民眾要減少出外，才會當做好家己的健康維持。記者綜合報道。昨日的海巡佇澎湖鳥樹西海域發現有中國漁船駛來咱的海域，所以海巡人員提出警告，也毋過這隻船毋若無停船哦，佮趕緊駛走。落尾嘛是互咱的海巡抓到，船頂5個人攏落船來接受調查，因抓到25公斤石斑這魚貨攏牽去海裡。海巡用鑑證系統隨利發現一台無自名的中國籍船，佇澎湖鳥樹西邊海域掠魚。在知影有不明的中國籍船外界，海巡人員隨出動展開行動。船老大，請立即停船！你已經進入我們24海里了，立即停船！幾多遍起喇叭放送警告，不過這隻船若無停來，抑閣加緊速度向前駛，但是速度比袂過海巡的船，和海巡艇立着。海巡人員將規套的防疫裝備去哩船頂檢查，發現船頂有5位船員，另外抑閣發現石斑魚等25公斤的魚，全部直接現場攏等喺海。於貓嶼的西方20.3海里處，發現一艘陸船，該艇遂採取強靠，將該陸船押返馬公，依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留置調查。在確定船頂無違禁品加牛肉、豬肉等製品了，海巡人員下晝4點多先將船押回去馬警港調查。暗時5個人的 PCR 核酸檢測結果攏出來，全部攏陰性。即馬也閣在進一步確認船員的身份。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台北市長的選戰哦，目前是三腳督的局面。之前副總統賴清德幫陳市長徛台的時陣，講台北市是疫情的開始，引起真濟批評。另外，蔣萬安甲黃珊珊哦，今仔2個人攏罵對方講是念稿的機器。黃珊珊是要求講大家愛趕緊來辯論，也毋過蔣萬安嘛批評講，無應該只想要透過辯論來證明家己。陳市長嘛講哦，辯贏毋是贏，做贏才是贏。你家台北就是無限。備戰首都，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公布募款小物，翠暗加環保在一個抱枕做防疫，永續環境議題。針對進前副總統賴清德替陳市長徛台時陣，講台北市是疫情的開始，也引起議論，那邊也同齊批評。羞辱台北市民，
也不是第一回。所以，请陈荣部长很明确、直接的表态，你到底认不认同赖清德副总统的说法，而不要怕得罪你之前的长官。他给副总统这样的资讯，或者是说副总统自己误会了，那副总统要对台北人说一些话吧？原因是什么？他要去研究嘛。我说那就等他研究完再来当市长吧。选前攻防，最近蒋万安、黄珊珊互相批评是读稿机，黄珊珊呼吁赶紧辩论。对这代志，蒋万安回应唔免着急，拢伫安排。也颠倒批评无应该敢若想着透过辩论来证明家己。但是中是讲，辩赢唔是赢，做赢才是赢。很多人都误以为在公共政策里面，大家的逞口舌之快，以为公赢就是赢，无公赢无赢，做赢才是赢了。他们两位的口才都很好。针对赖副总统失言，舆论批评，但是中声明，疫情的起点就伫武汉，所以唔才叫做武汉病毒。也是气保话题不断，但是中也回应无听过气弹保黄。选举目标是争取50%的市民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议长郑东锦坚持要选县长，已经和国民党开除党籍。昨暗要做些暗会，现任的国民党县长徐耀昌是帮伊徛台相挺，佮讲若是和国民党提名的谢福洪当选，苗栗就去了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即马是无讲要安怎来处理，只是呼吁全党要爱团结。苗栗县长徐耀昌穿竞选衫，为无党籍县长参选人郑东锦挂竞选的彩带，支持的民众情绪来到上高点。苗栗县议长郑东锦因为参选县长，和国民党开除党籍，初二下暗伫头份举办造势暗会。现任国民党籍县长徐耀昌徛台倒相挺，强调若郑东锦当选，才会当延续建设。批评国民党提名的谢福洪若当选，苗栗绝对害了。带着我们的团队积极支持这个谢伯伯。那他如果当选的话，那我们苗栗县真的会完蛋。苗栗是幸福的，是快乐的，这样好不好？好。徐耀昌甲前县长刘正宏是地方无共的派系，刘正宏最近接任地方党部主委，替国民党参选人谢福洪操盘。徐耀昌的看守蔡立庆出任郑东锦竞选总部主委，即马徐耀昌佮家己徛台相挺。国民党朱立伦青衫，唔讲是毋是要处分徐耀昌，敢若呼吁全党爱团结，顾大局。所以这个大家要去苗栗铁马助选，然后我们希望全党大家都要大局为重，大是大非为重，全党团结支持我们这些。徐耀昌县长2任的任期是由国民党提名当选的执政，徐耀昌却没有办法来支持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我们对于他没有办法向正确的方向跟善的方向来靠拢，我们表示非常的遗憾。谢福洪团队表示遗憾，强调徐耀昌的做法已经严重伤害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党内分裂，加上民进党持定政甲时代力量送国顶强势挑战，和这届苗栗县长战争愈来愈紧张。记者综合报道。特别选举咯，也毋过只有北部的选情较热，南部嘛是个真冷哦。咱来看台南市议员的参选人哦，即马是拢找一寡大咖大人物来徛台助选哦，望讲会当来斗相共吹票。选举特别到新人参选上惊无人熟悉，就会找共党知名度悬的同志来斗徛台做阵拜票。南部纵使有很强的母鸡，但议员的选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那新人就格外的艰难。今年北部的选情热扑扑，但是南部所是零基基，都有议员参选人家己做联名，找共党声势悬的立委来斗阵拼团体战。台北是首都嘛，本来就是这个大家众所瞩目。那新北是最大的直辖市，也是大家瞩目所在。南北之间，我们其实各打各的仗，但是选民要怎么样评断好，或者怎么样看待这个热与冷之间，我们还是尊重啊。民进党伫台南长期执政，参选人要拍开知名度比较起来是较轻松。另外，南亚今年派出知名度悬的谢良介来拼市长，原来是爱照起工和民众来博感情。但是无论是新人还是资深的参选人，拢要各凭本事来拼声势。所以就是因为北热南冷，我要不断的深入到民间，跟乡亲直接接触、直接呼唤，
直接对话。我的选情也可能说，虽然我在永康，我已经标榜到民众大概都认识我，但是大家会认为说，选举这么冷，干脆不用去投票啊。我们是要如何激发他们真的要走出来去投票。今年台南市长总共5个人参选选情，要是点支持，也那议员的选情，都搁靠边讲了，对这个情形各党派拢正伤脑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尼初一一场骹球比赛活动发生人打死人的意外，计共是有125个人死亡，323个人受伤。印尼总统要求所有的比赛拢先暂停。国际骹球总会嘛要求主办单位要提出调查甲检讨的报告。马浪市坎朱鲁汉体育场外口，有群众为不当的吞塔事件死者哀悼。伫雅加达顺纳园纪念体育馆，有几落百人点蜡烛在火来悼念，有人大声喊响手。印尼警方催泪为了要控制冲动的民众，向催泪加速，造成吞塔死伤。merusak mobil dan akhirnya karena gas air mata mereka pergi keluar ke satu titik。对现场损害正严重的车、砖啊、土架、茶壳、碎玻璃，就让这迄人阵正混乱。总统做各位已经下令加州卡球联所有比赛暂停，进行调查。国际卡球总会正关心这件代志。伫咧安全条例内面有规定，管理人员或者是警方，未当用枪，或者是为了要控制民众使用烟气。当记者问对这种规定是不是事先就了解，东爪哇警方无回应。有一位伫咧救人的医生讲，有一寡人是输袂着空气，脑受伤、会喘。而且有囡仔死亡。The football world is in a state of shock following the tragic inciden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Indonesia. This is a dark day for football and the tragedy beyond comprehension. Tadi pagi kita sudah menyampaikan laporannya karena FIFA memang minta untuk diberikan laporan. Ini kejadian yang sangat luar biasa. 印尼卡球总会正面临积极甲调查，包括现场的安全、使用催泪ga水的情形。国际地下组织批评当局的维安应用，认为为了要阻止群众步枪过度使用武力无道理。另外，这座体育场只敢人容纳38000人，阳光门票却卖42000张出去。印尼的人口2.75亿。民众真爱卡球，不过卡球路马常常引发暴力冲突，警方用激烈的手段对付，也予人批评，同时也阻碍这项运动的发展。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再来看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指出，讲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讲若是罗西亚用核子武器攻击乌克兰，美国一定会正强烈来回应，有可能会直接派人去暗杀罗西亚总统普廷。就伫俄罗斯总统普廷加呛声当中核武，国际社会开始推演相关行动的可能性。美国中情局前局长、退役四前上将裴佐斯接受访问的时阵表示，若讲普廷真正安尼做，美国甲盟友将会反制。Just to give you a hypothetical. We would respond by leading a NATO, a collective effort that would take out every Russian conventional force that we can see and identify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also in Crimea and every ship in the Black Sea. But it's also desperate. He is losing. 东方问到俄罗斯伫乌克兰使用核武，敢是会将美国甲北约加入战争？佩佐斯讲，这未触发北约第5条公约，因为乌克兰并不是北约的一部分。也毋过美国甲北约有缘有必要做出回应。美国计划采取的行动中，包括非核武选项的斩首行动，也都是直接走到克里姆林宫台普廷。俄罗斯驻美大使馆批评相关的报道的斩首是妄想，文中所讲到的美国对俄国核子攻击的可能回应是疯狂的选项。乌克兰初二宣布成功解放赫尔松2个城镇，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的物流关键城市利曼，也就是最近几礼拜伫战场上上重要的成果。Лиман зачищено повністю. Дякую нашим військовим, нашим воїнам.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Обговорили ситуацію на Запорізькій атомній станції, викрад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ими окупантами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директора ЗАЕС Ігоря Мурашова. Має нести постійно зростаюче покарання. 迄天，俄羅斯國營電視放出一段俄軍甲烏克蘭分離勢力武裝分子佇烏克蘭反攻的同時，準備堅守利曼防線影片。另外，電視台也報道俄羅斯憲法法庭迄天核准烏克蘭4個地區並入俄羅斯。公視新聞黃文玲編譯。
再来看巴西总选举，外界上关心现任总统波索洛纳甲前总统卢拉的竞争哦。大家开出3成选票的时，波索洛纳是赢卢拉4%尔，也毋过卢拉最后是赢将近5%哦。也毋过因为两个人的票数拢无过半，10月30会过来进行第2轮的投票。民众组织伫圣保罗街路关心巴西大选开票结果，1.5亿人口的巴西。初二举行7合1大选，除了将选出州长、国会机关之外，上受关注的就是现任总统波索纳罗甲前总统卢拉之间的竞争。根据巴西选务机关公布开票3成的结果，波索纳罗以47%得票率领先卢拉43%，不过卢拉随后就反过来超过5%，因为大多数民调拢显示。卢拉领先17.15%的分点，所以会当有期这场总统大选无到最后一刻，恐惊真歹分数赢。A gente deve participar, né? Apesar de muitas vezes a gente falar qual é o menos pior, né? Mas infelizmente a gente tem que decidir, pensar bem, porque é o futuro que está nas nossas mãos. Acho que a sensação é de a gente conseguir ver tempos melhores aí no Brasil depois de 4 anos. 巴西是拉丁美洲上大也是人口上侪国家，对全球政治经济有真大影响。前总统卢拉过去执政的时阵，拍拼阻止亚马逊河拿的非法出手啊。不过现任总统波索纳罗执政4年，支持商业探勘，森林错手啊增加超过5成，也个反对保护原住民土地，造成亚马逊河拿强要互地球无法度传开。伫巴西民意两极的大环境，这场总统大选11名候选人因为无人得到过半选票，得票相关的2个人将伫10月30进行第2轮的投票，由卢拉甲波索纳罗正面对决。公司新闻陈慧婷编译。社会国家布吉纳法索又个传出军事政变哦，军方的领导人指出讲，因为总统无法度处理国内伊斯兰叛乱分子，所以军方推翻政府，要关闭边界。这嘛是布吉纳法索今年10月份政变以后第2届的军事政变，造成总共有200万人有路无厝。抗议民众一直向法国大使馆等汽油弹，场面真混乱。社会国家布吉纳法索佫一摆传出军事政变，外国媒体报道叛军成伫首都瓦加杜古引起暴动，支持陆军上尉佐尔的20名武装军人拢入狱。布吉纳法索的国家电视台了后，用即摆政府无法度处理国内伊斯兰叛乱分子做理由，推翻即摆军政府，而且逼总统达米巴下台。Le lieutenant-colonel Paul-Henri Sandaogo Damiba se serait refusé au sein de la base française à Camouinsin, en mesure de planifier une contre-offensive afin de semer le trouble au sein de nos forces de défense et de sécurité. 首都的暴动嘛引起当地民众惊吓，街路陆续出现的特种部队车队，互真侪民众未回去厝，店家嘛陆续关门避难。Bon, bom ning ke ton para. Winigam te ya paniku mane. Ne adum bisa umbura oramde. La neba meng pa bang ki bar vien o fasi. Winigam te bum mane. La yepora meng asoda hale ba on pion gilera auto. Ye limbu da te bum pa mane. 这是布吉纳法索今年1月政变了后第2届发生军事政变。左尔支持者认为法国大使馆甲达米巴藏起来，组织到大使馆外口抗议放火，对此法国外交部批评这款暴力行为。马法新民表示，法国大使馆无接待过伫1月20日政变时阵抢着政权的达米巴。伫布吉纳法索常常发生的政变，嘛互将近200万的民众无厝通回去。各位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内政部昨公布今年第2季全国主体计效指数是123.97哦，是历史的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1成外。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甲营造的成本是起真侪，其中以高雄的年增率增加将近1成4，是6度上悬哦。学者分析认为讲，高雄因为最近有桥头科学园区，佮有台积电顶开发案，所以唔若带动地方的发展，嘛造成厝价一直起。
大楼建案一透早就冰冰变白伫赶工，想要买厝的少年人，大使哪看哪感叹，因毋拿新建案计小价悬，中国的厝嘛，互因伫要买袂起啊。30-40年的老房，至少都要600-700万那边起跳，对啊，那它的成长的比例幅度真的太大了。那新房的话更不用讲啦，对啊，至少都要1000。内政部七月公布，第二季全国房价指数是123.97，创下历史新高，比起去年同期提升10.27%。原因是物价提悬，甲营造成本起价，就伫咧6都房价指数全部创新高的时阵，高雄年增加率13.91%，嘛是6都上悬，互想要买厝的人买袂落手。薪水并没有比较多，但是房价一直在涨，就觉得好像要工作很多年才可以买房这样。学者指出，南高雄亚洲新园区开发当中，北高雄有桥科、南子、三庙分区等建设，虽然带动地方的发展，但有好嘛有歹。科学研究的发展，其实也是带动了所谓的地方的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这也就是两面刃，也带动了房价的提高。只是说这个要怎么去解，目前看起来很难。学者认为，在成本降袂落来的状况之下，各地房价指数短期内恐惊嘛袂落来。就算讲会使买厝，贷款负担嘛会增加。政府除了阻止炒房，阁会使对社会体、税厝的补贴等方面健全税厝的市场，互民众至少伫买袂起厝的时阵，嘛会使有合理的厝通住。记者陈环宇、陈显坤高雄报道。再来看劳动部公布的上新一期减班休困的统计，计共是有18050个人，是比顶一期增加390个人。也毋过学者是分析讲，边境特别放零了，所以无薪假的人数应该会减少哦。目前是以科技业欠工的情况，嘛是阁真严重。这位31岁的朱先生，伫外商半导体公司服务，针对业界目前欠卡手的问题，感受是真深。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科技业都是很伤肝的工作，这样。那你看你同事，你们公司缺工严不严重？你的那个工作量会不会增加？就是在同事走了以后，工作量会增加。根据人力银行业者的统计，目前开出来工程师的缺已经超过11万个。科技业当地欠人，不过受到少子化，也有外国公司用较悬的薪水甲人恶过等等的影响，青年就业的意向嘛伫改变。就算读本科的，嘛无一定会做这道。其实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就是青年求职意向的转向哦。有些青年学子呢，开始转为做投资、创业或者是自行接案，所以他们呢，可能因此转变了他们的工作倾向。科技业欠卡手，找无人。旅行业等等的资源服务业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是有咧休无薪假的情形。根据劳动部上新减班休困的统计，国内也是有2734间公司实施休无薪假，人数有18050人。学者分析，即马10月中边境就要开放啊，服务业甲资源服务业休无薪假的情形可能会改善。但是比较麻烦是边境开放会有一个反效果，就是国人开始会到海外去旅游，可能会稀释了我们在国内的旅游业的需求。不过学者嘛提醒，在解放的初期，民众开始出国旅游，外国的观光客也未恢复到正常的数量。餐饮业甲服务业的营收，短期内可能也是无法度反映伫咧薪水顶悬。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2021年咱国所得收入的人，平均一年的所得是681800块。虽然青年的所得创下6年来的新高，不过服务业的薪水目前也是相对较低。记者综合报道。受到918大地震影响，花莲双十节3天的连假目前的订房率只有6成外。交通部观光局嘛，搁再推出团体旅游优惠的活动哦。公路总局嘛推出一个客运拍折的优惠，要鼓励游客去花莲台东佚佗。918大地震，花莲南区损动严重，尤其玉里、富里、倒溪三乡镇道路厝桥梁受损严重。虽然拢咧陆续重建甲修复，不过未少观光地区的订房率也是稀累咧。因为道路不通的关系，目前身上的订房状况大概约只有1-2成，可能要等到10月6号道路抢通之后，才会陆续有游客回流。虽然地震灾害主要拢伫花莲南区，不过北区观光业同款受到影响，像是3天连假订房率只有6成。最主要的应该还是因为地震影响交通的关系，所以大家对于是否来花莲出游，还是抱持着观望的态度。南区因为状况还没有完全解除，所以目前大概6成左右。公路局是推出旅运优惠，希望帮助花东的观光回升。首先，各道客运坐
台湾好行，花莲有4条路线半价优惠，东部阁增加租车甲大数优惠。在10月7号的凌晨开始，到10月10号24时止，那搭乘台湾好行的路线都享有半价的一个优惠，4人同行1人免费。那回程呢，会再折抵200元的一个优惠方案。公路总局强调，如果双十连假也是会有一定的车潮，所以疏发路龙，要实施时段性车种管制来疏解尖峰车流。记者综合报道。防疫放零哦，观光人潮就特别回流了。高雄澎湖医院院长吴必扎今仔是讲伫欢迎闭巡哦，也毋过有立委就指出讲，真少看到高雄展览相关的宣传哦，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即马国内疫情的管制豆豆放零，台湾边境嘛伫要开放，各界关心讲要安怎请观光客来遮佚佗，尤其是以国宝文化出名的高雄澎湖园，伫疫情的期间是无啥观光客。那高雄的院长吴必察初三去立法院闭巡，边境开放了后，要安怎请观光客来遮行搭，这是真重要。那立委质疑讲，高雄最近透过双十的活动，要伫个立院附近放烟火、办水舞的表演，不过煞是无看因伫个宣传。你们有一个故宫主体，故宫是世界级的博物馆你应该用内容来让国外观光客愿意进来啊。今年10月本来就有第4季就有重磅的展览，明年的展览我们会在今年的年底就公告档期跟展题的名称，以便让大家规划它的这个旅游时间。那也立委持续伫问讲，高雄要安怎请观光客来遮游览？我未才强调讲，会看边境开放了后，来台湾的是商务客，也是观光客，也有来拜访的是虾米国家的观光客，会持续评估调整行销的方式。不过，立委问讲，除了结合101等等的观光景点联合行销，敢会当结合表演艺术的活动？那所以你其实应该开创的是像其他国家有针对艺文这个群体的，能够有不同的套票。我们可以考虑把大台北地区的表演的这个馆手一起纳进来考虑，立刻跟文化部来谈这个如何合作啊。好。吴必察强调讲，目前规划是以高雄为中心，摕来拜访的国际观光客，提供迄个类的旅游行程，串联区域内观光景点，而且推出套票，杀几套的观光行程，希望伫边境开放了后，短时间内甲参访的人数扭起来。也若开放了后，文物祝福捷克做展览的代志。吴必察强调讲，等捷克完成司法免扣押相关的立法，确保文物祝福因展览了后，会当安全送到转来台湾。立法若是完成，文物就会当伫捷克做展示。记者综合报道。要向国际发声，全英的国际影音平台台湾 Plus 电视频道今仔正式放送哦。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文化部长李英德各国大使拢来庆祝。对今仔开始，台湾 Plus 24点钟放送，伫无线数位电视第7台，也是有线电视系统，各网络平台 YouTube 拢看得到。台湾 Plus 电视频道正式开播。好，我们请长官们看向前方的相机。今天全台湾第一个家己制作，而且用英语播送本土观点的频道台湾 Plus， 今仔日伫电视顶开播，政府代表、各国外交代表加国内外媒体隆重到位。公共集团董事长欧万辉表示，担这个责任，就是要让世界看到台湾。台湾 Plus 承担台湾推动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希望让国际社会更加的认识台湾文化，理解台湾观点。总统蔡英文用中英文发表演说，讲出民主价值应该透过电视播送，让更较侪人知影，而且嘛会将其他有同款想法的国际朋友侃侃做伙。台湾还有很多重要的发展，值得跟全世界分享。透过跟全世界分享这些故事，能够鼓舞更多共享民主价值的国际伙伴，并且加深民主盟友之间的团结的力量。文化部长李英德感谢社会各界对台湾 Plus 的监督，好的、歹的，伊拢接受，而且伊嘛希望伫大家努力之下，台湾 Plus 未来会当伫美国定根。所以现在正在进行，那我们期待就是半年左右，半年以内就要开始启动。台湾 Plus 除了透过 YouTube 24点钟向全世界放送，台湾的民众嘛会当透过无线数位电视第7台，也是伫有线电视系统的国际频道区收看。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
针对假电视的审照，敢有政府高层的概率，引起真侪批评甲讨论咯。假电视的批话今仔接受广播节目的访问，强调讲伊无甲总统府行政院有联络。之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讲这事毋免去查，我感觉至于讲苏贞昌是讲互检调听吗？也毋过苏贞昌嘛，搁再强调讲，政府一向拢尊重 NCC 是独立机关，咱的政府嘛袂选择人民的言论甲思想。假电视今年1月初的执照，反映高层到底敢有插手施压 NCC 讨伐发照。面对相关团件，时任假电视董事长裴伟初三伫广播节目上，针对流出嘅录音档，亲自说明，严正澄清家己无甲反映联系。是为了安抚股东，我讲的就是我们当然对于申请执照，我们会做更多的努力。就像我们从来不会去跟 NCC 的委员联络，我们也不会跟府院高层联络。就算裴伟安尼讲，假电视新设证据犹原是继续摊烧。尤其行政院长苏贞昌顶日备询的时阵，讲出一句“免去查”，更加引起外界质疑，指导检调办案。事后，苏院长澄清是去互人乌白假。初三出席活动，更加表示政府袂去查人民的言论思想。NCC 是独立机关，政府都尊重它独立行使职权。我讲的话清清楚楚。我们现在的政府不是像当年戒严时代，还要去查人民的言论思想。个案的情形，我们都交给权责机关在处理所以我们法务部不干预也不指导。好，谢谢。会觉得说他在下指导棋吗？无回答完问题，就真紧加入委员会。假电视风波检调单位敢要查，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一切依法行事，无将交予权责机关处理。行政部分 NCC 当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民众被骗到柬埔寨做诈骗的案件真多，经警署统计，已经救出285个民众顺利回国了。另外，受害案件7月份上济，有258件，8月份就只剩58件，9月份只有1件。内政部长徐国勇是表示讲，这是预防家伫机场扣款种种的手段产生效果。咱国民众到柬埔寨找头路，诈骗受困的事件定传出，政府出手打击跨境诈欺，也伫机场积极宣导。立法院初三邀请相关单位业务报告，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研究咱国民众有好的成果，而且台检人流8月中了后，已经为净流出变作净流入，9月被害件数，更加是降到只剩1件。7月达到高峰258件。那在7月26日，警政署将这一类的案件予以列管，并以重大刑案侦办的时候，8月就开始下降到58件，9月到9月28日为止，只发生了1件。警政署也清查最近几年去柬埔寨游玩无返来的人有4679人，到9月28已经发觉疑似被害人有310人。跨部会合作救援285名咱国民众返来，真侪摆协助柬埔寨受困青年的原民立委鼓励化呼吁，想提专案提供被害人心理加就业辅导。不会在那个地方做被害人鉴定，这个一定是先带回来吗？当然你要回来，我们就先带回来。你确定是这样？这个是借，这个我们就会先编这个预算来借支给他们。因为咱国并无伫柬埔寨设置代表处。外交部已经讨论增设人力，另外国际刑警组织大会特别举行，立委也呼吁积极加入，寻求国际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的国民健康署最近针对大约1万的国中、高中生因的健康行为做调查，结果发现，有1成的国中、高中生常常感觉真孤单、真寂寞，有1/4捌考虑过自杀咯。专家嘛提醒讲，应该要加强校园自杀防治的制度，学校佮有家庭拢需要投入愈较侪资源来关心帮助这些囡仔。青少年面临青春期身体、心理重大变化，佮有课业的压力，情绪波动大，所以伫厝内甲父母的冲突嘛会增加，也有可能甲共缘的有人际关系、霸凌、厌网络的问题，较会产生忧郁甲负面的情绪。
同侪的一个相处呢，就决定了他自我认同的一个价值啊，因为他在群体里头，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那他被重视的一个程度到底在哪里？所以除了学习之外呢，人际很重要。青春期的烦恼其实跟心理健康真有关系。卫福部国健署最近针对差不多1万个国高中生进行健康行为调查，结果发现有1成的国高中生定也是总是感觉孤单寂寞，也因为某一件代志失眠。特别注意的是，有2成5的国高中生捌认真考虑自杀，而且有1成的高中生捌试过自杀。高中生有9.4%。自杀青少年的警讯最常见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人不对了。那什么地方不对呢？第一个，他功课上不对，比如说你发现他本来成绩还可以维持在中等的，他突然之间往后滑了。第二个，你看他精神不对，他怎么样呢？他整个人就很颓废啊，好像觉得好像提振不了精神啊。所有全校的老师们都能够一起在自杀防治这个概念上是很清楚的，我们一起呢把它这个编织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防护网。专家建议家长尽量用观察甲用问的代替责备甲批评，多听囡仔声音，替囡仔找到自我认同，有助建立囡仔自信心。若是发现囡仔有自杀的想法，还是伤害家己，应该量早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协助，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节要到咯，来看宜兰县三星乡有2个民国这年出世，今年已经110岁，全宜兰岁数上大的人士，陈阿健甲王学海哦，因讲哦年纪大难免有病痛，王学海阿公哦伫3档前佮得过癌症，也毋过这2个人拢表示讲3顿简单食，佮固定食药啊，保持好心情哦，都无问题。全宜兰县有105个上100岁老长寿。有真欢喜无？有吼。伫宜兰三星有一个110岁老大人陈阿燕，是宜兰县目前上较济岁人。初时是重阳节，三星乡长李志荣初3赚2万块的敬老金，低卡面线甲寿桃等等的物件，去陈阿燕因兜拜访。因兜的人讲，保持好的心情，就是伊食到遮尔济岁秘诀。保持好心情啦，嘿啊，吃得下睡得着。同款住伫三星的王学海，今年食到110岁，3年前黄金短促治疗了喉腺癌，伊用3顿正常食，照起工食药啊来对抗癌症，抗癌成功了后，人是真精彩。谢谢各位，谢谢乡长，谢谢乡长啊。三星乡名副其实是一个长寿乡啊吼。咱宜兰县有40几万人口，三星咱2万通人口尔，咱超过100岁就12个啊。而且上济岁超过111岁，就2个拢伫咱三星。根据宜兰县社会处的调查，陈阿燕甲王学海是目前县内上较济岁老大人。宜兰食到100岁以上的，包括因2个人，拢总有105个人。三星乡长李志荣讲，三星乡是真长岁数的一个乡，食到超过100岁有12个人，上较济岁嘛伫三星。即届去甲因拜访，嘛发中央敬老金，是希望互各界少年人知影讲有效的重要性，嘛要好好照顾这个老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嘉义南势九龙镇宋江镇哦，是宋江武电进的系统一个真重要的镇头。为着要传承电园的文化，庙方逐档哦拢会办营队，互学生囡仔来学，嘛互因来了解电园这么特别的宋江镇的文化。一群囡仔暗时啊伫庙埕练阵头，这是台南嘉义的九龙镇。庙方逐年拢会甲政府请计划办营队，希望甲地方重要的文化宋江镇传承落去。即个较早人，较农民社会有较好叫人，啊，但是到这个时阵已经少子化呀，对这宋江人员咧栽培，足歹栽培，所以阮怎自伫头个伫3、4当前开始来用这宋江小朋友的夏令营，我呢人来捌这个。咱的传统文化。南市九龙镇宋江镇属于黄卡根系统，是西港乡、小人乡真重要的武电镇头之一。当地时代讲，较早祖先来台湾会组织练武保护庄头。尾啊，宋江镇传入台湾，南市庄为着要甲庙会神明斗闹热，自西元1743年清朝时阵成立高大，历史久长。政府多加补助，社会人士也多加的支持让我们九龙店的宋江镇可以发扬光大。就是孩子带过来之后，他们也愿意留在这边观看孩子学习的过程。那也慢慢知道说，师傅们在带
学员的一个状况。孩子先带过来学完之后，他们觉得好像蛮好玩的，然后也加入我们。即阵因应现代社会发展，求良店、宋江店嘛开始转型并传承，要推广在地文化。逐年热人办理野队，拢会写侪学生报名。大家愿意用下课时间练宋江店，甚至嘛有家长会对嚟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来义乡有一寡较偏远的庄头，拢无公车通坐哦。亲像是住伫大丹林部落学生囡仔，伊要去来义国小上课，一定爱家长载哦，是真无方便。这学期公所争取到一台学生巴士，会当来接送学生囡仔上下课。巴士伫放学时间驶入学校，囡仔排队就车要登去处理。伊是屏东来义国小的学生。屏东来义是山地原住民乡，乡里有几若粒山，地头行交通无利便，尤其是大丹拿部落无公车，囡仔要读册更无方便。因为我们现在来义国小住在丹岭的小朋友大概有20位左右，那么没有交通车，所以呢，过去都是有家长呢上班之前就要先送小朋友，所以去年我们向公路总局来争取这一步小巴就是要解决接送上下学的这个困难。家长有在工作当中必须要配合学生的上放学时间做调整，以至于说就是造成很多的不方便。2009年800风灾算转南台湾，政府有补助顶建，不过因为大丹拿部落不是灾区，无经费通领，加在有公所、县府等单位斗争取，即马有一台就学巴士解决困境。我想，对于大丹林到来义国小的学生的上学跟放学的相关的一个就学，会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好交通的便利。也希望家长能够很放心的来善用这条的就学路线，让学生在整个的就学的部分能够安全又便利。这就学巴士唔若载囡仔上下课，目前其他的时间嘛规划配合乡里的长照幸福巴士支援应用，希望会当解决居民就学、就医等等的需求，提升部落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有一项上新的研究，发现阿婴仔伫妈妈的巴肚内底就会开始惊叫哦。透过4D 的超音波，研究人员看到讲妈妈子宫内底的阿婴仔，若是食到甜甜的物件，就亲像会笑哦；食到可可就会咪喙。真侪婴的妈妈拢会记得有新的时阵食什么物件会互巴肚内底的囡仔欢喜。Sugary, but more savoury with like chicken flavoured things. Yeah. No, yeah, it was instantly. Yeah, so you would feel them kick a lot more when you would eat these foods. Yeah. 英国多伦大学一项研究，婴仔伫妈妈子宫内底食物件理论。研究人员针对100个18到40岁有新的妇人人，伫有新第32礼拜到36礼拜做实验，分看白食400毫克真正或者是有以橄榄菜等2种食物的芥末梗。佮用4D 超音波观察囡仔表情，结果发现妈妈食隐忍了后出现甜甜的笑容比例较悬，食有以橄榄菜时阵，婴仔出现无欢喜的表情。过去研究已经发现，婴仔伫有新的中期，都会发展出味觉甲嗅觉，用透过嘴皮感受妈妈食的食物的气味。这个实验是第一摆伫囡仔出世之前，就看到因对无共款味的反应。研究人员佫认为，有新的份人食的物件可能影响婴仔出世了后的口味，佫对因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When they're actually encountering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bles, green vegetables especially. And if they have had the taste already before, they get used to it, and then afterwards there won't be a problem of eating it, you see, and they might even prefer it. And that's our hope. 不过大人囡仔口味拢是会改变的，袂少妈妈发现囡仔介意的食物，年岁大也发生变化。They all like fruit, they're good eaters of fruit. My oldest daughter, with age, is becoming a bit fussy. She doesn't like meats and things like that, but I've always eaten meat, so I don't think that's come from there. When they were babies, when we were weaning them, we gave them lot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stuff that I'd had when I was pregnant, and they ate it okay. And now they're making their own minds up that they don't like it. 为进一步了解人类嗅觉味觉发展，研究人员搁咧做一项后续研究，会对动这100名生落来囡仔了解因伫子宫内底体验到的味，是毋是影响因大汉了后介意的食物，或者是对无共款食物的接受度。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
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